今次 Interior Design 會準備飛揚二期3座衣室，亦都係722平方尺嘅3房單位。今次客人講咗幾樣要求，想返到屋企可以完全放鬆，享受喺屋企 relax 嘅時間，所以我哋就揀咗弧形、曲線同條紋去諗呢一個室內設計。今次設計風格都係以奶油色系為主，再加上戶外嘅自然光照入，會令成個空間更加舒適。其中喺飯廳位置，我哋做咗個嵌入式拱形層架，下邊加咗個圓角嘅飾櫃。再喺走廊同窗邊做咗龍門框，同一樣都係有拱形同圓角嘅元素，亦都喺梳化背做咗個格仔嘅特色牆，豐富翻成個。中間嘅客房會規劃成梳妝書房，設計師為咗令客人生活更加方便，所以將佢同主人房歸納一齊。而且兩個空間都會切合翻主題，我哋將家私櫃門都加有拱形同直條紋元素。梳妝書房更加會有一個嵌入式拱形嘅層架，將基礎元素混合運用深淺顏色包裝配襯，就可以做到現代簡約嘅奶油風設計風格。我哋係 Interior Design。